5月18是国际博物馆节，文化部和各地博物馆办记者会，打算要伫博物馆节的前后推出侪活动，包括文艺、历史、各有科技等等的内容，希望会当提供丰富的学习经验，让民众更较了解台湾和世界的事事行行。阮会了解即马世界上咧流行的思想啊、贴啊，还佮有发生的大代志。所以讲你来参加文化讲就会就当知影遮的物件。演员以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的背景，各部民众参加活动，了解真实世事。这是5月18国际博物馆节启动记者会的表演。对时代改变，博物馆已经对单纯的收藏研究变做融入咱生活的空间。拜日文化部和故宫、甲各地博物馆等等，要伫5月18国际博物馆节前后办这次活动，展览招民众来体验。就算是文物藏品的研究，也要用多元的视角来探索。另外，为着要鼓励这次国内外游客会当来视博物馆，台湾博物馆嘛和天星饭店合作，到5月18之前拢有提供免费公车通坐，嘛有准备无共博物馆的立体卡片，要送予民众做伴手。因为饭店的贵宾无一定会到博物馆来，这种的合作就是讲会当拓展这个博物馆的参观的人口在记者会当中，文化部部长苏铁嘛宣布要投入1.6亿来成立建筑文化中心，以台湾博物馆铁道部的第20号建物来做基地，未来会成做国内第1个建筑博物馆，希望会当为台湾的建筑脉络留下研究甲记忆。我想台博馆很辛苦在不断的波折当中我们事实上还是选择了我们铁道部20号这个建物仓库作为台湾建筑文化中心的基地，这个已经是确定。那钱也所着落，我们将投入1亿6千万元。那刚刚台博馆跟我讲说，他们会努力在2026年来开幕。为着要吸引民众进入博物馆，文化部串联台湾各地300多间博物馆，也有地方文化馆，要办各种活动，包括文艺、历史，也有科技等等的内容，希望会当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和世界的事事行行。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